感谢雅顺哦，咱继续来看大巨蛋目前哦，阁无法度办演唱会。艺人吴宗宪昨伫一场活动哦，就批评讲市政府头壳有问题，官商斗空，害大巨蛋袂当开演唱会。今仔早起，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哦，因当个克服各种的挑战，但完向完成消防安全的验证，市政府就开始来审议，望讲会当赶紧来回应市民的期待。 台北市府推动拒绝分害活动，市长蒋万安甲台北市拒绝食薰大赛台地员做伙翕薰害防治宣导影片，共同传达薰影响的唔那是健康，对家庭甲人际互动等等嘛拢有真大影响。第一次跟台哥合作，然后共同拍宣导片，那我看到我的台词密密麻麻，我就花很多时间要赶快记。我看到台哥的那一栏自由发挥，最主要是因为我记不住台词。 并不是因为拿捏的刚好，既然您这么夸赞，不如我们一起去大巨蛋开演唱会好。大巨蛋当时才会当举办演唱会，受到大家的关注。艺人吴宗宪昨日下晡受到邀请参加活动的时阵，讲到大巨蛋的议题，都来批评市政府头壳有问题，佮讲有官商勾结，害大巨蛋无法度办演唱会。 全世界的巨蛋都能够开演唱会，唯独只有台北的大巨蛋不能开演唱会。这样子的事情真的就是官商勾结。宪哥不是质疑我了，我们客政在进行相关的消防安全验证。那远雄能够进行完以后，将资料送到市府，我们就会进行审议，依照我们的大型群聚活动管理自治条例，那符合相关规定，我们就可以来进行非体育赛事。 台北市体育局表示，目前院向正在进行消防安全等等备难验证的程序，等验证通过，程序完毕了后，未来若想要办演唱会，只要把安全验证相关的资料送到体育局，市府会按大型军事活动安全管理自治条例，召开下局处会议审查，安全若无问题，就会当举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